一个屋檐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云在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Hello， 我咧跟你讲话，这就嘛看一个啊。哦，好啦，多谢。是的，是的，我袂去甲你讲地足小的，无代志吼，啊。我无代志，多谢。无代志就好，无代志就好。哎呦，我的腹肚有淡薄枵啊，食中昼啊，我来去买，你要食啥？唔免，我不要。哪会当安尼？工课爱做，饭嘛爱食啊。遮辛苦做工课，就是为着会当食好饱啊。虽然咱即摆食袂起啥物好料，也毋过三顿无问题啊。你是要食啥啊？我真是袂晓啊，也是你替家己买一个便当，啊，分我一寡菜就好啊。哪会当安尼啦？菜是便当的精华呢，你食掉我要食啥？啊是你想要跟我做伙食一个便当？好啦好啦，我讲算笑的，安尼我就买一个便当，然后加买一寡菜，安尼你就有菜啊，好不？好，我出门啊，拜拜。拜拜。我哪会袂记你甲伊讲地足小咧？也毋过除我迄种表情，我刚刚第一个看到。我无代志，多谢。想要到遐尼冷淡的丢友啊，卖歹势。江林杰。Hello， 拜托耶，上久无见面，跟我你真是假袂记啊？Alice， 你当时出来啊？半个月前啊，我伫内底几2年，你等下一个都拢无来看我。我一出来就想讲要找你呢。我伫咧无闲一寡代志啊。无闲骗别个查某？那有可能啦，我早就手骹洗手啊。干嘛呢？啊，毋过我看到你甲一个查某食饭啊，搁有讲笑，叫人某的呢。看起来应该是找到新的目标哦。哎呀，啊，毋过伊看起来真好骗，这个应该毋免我斗相共吼。你跟踪我？你别随便啦，我是拄好拄着，而且我感觉破坏你的好代志，搁毋敢去跟你拍招呼。迄个查某应该就倒伫遮吼。
你是安怎？我无想安怎啊，我只是想要甲自细汉做伙大汉的好朋友开讲了尔，干嘛呢？会呢，只是遮无啥方便。无要紧，去我遐啦。唉，真是足久无看的呀。你伫台湾住遮哦？对啊。虽然无像你有一间温暖的厝，但过至少比恁自己的感觉较好啊。要啉无？毋免，你啉就好。你雄雄来台湾创啥？莫亲像警察共款审问我，你嘛是雄雄走来台湾啊？先讲看妈你来创啥？是想要骗迄个查甫结婚摕伊的钱对无啊？我甲伊是结婚无毋对，要毋过我无骗伊。伊是阮阿兄的某，阮阿兄死了后，伊为着要摕到阮查某孙仔的监护权，所以要求我甲伊结婚。What the fuck！ 我靠，你敢袂做咧想结过婚？你的头壳有问题啊！所以恁只是去做翁仔某，其实一点关系拢无。无做伙困。无，伊甲阮查某孙仔拢是我的亲人，我只是尽照顾因的责任尔。责任？你对我才有责任。若毋是我2年前一个人甲做打落来，你敢有机会在遮享受家庭的温暖啊？Alice， 过去的代志拢已经过去啊，你已经出来，敢毋是？我感觉咱拢应该改过自新，莫搁做进前迄种袂记人的歹代志。而且你嘛有亲人，敢毋是？你还毋去找恁阿兄雷公？伊真知影才对你才摕走1000万，敢毋是咧？哈？我去找过伊啊，伊爱我加入集团，甲伊继续世界不现，我挡袂掉啊！我嘛想要甲你同款过平凡的日子，所以我打算甲伊断绝关系。安尼你以后打算要安怎？我打算家己骗最后一届，钱摕到手就退出，所以我需要你等3天。顶届你讲的部分我已经改好，你看卖敢有啥问题，咱再约时间讨论。好，多谢你，拜拜。我转来啊。恁还去遐尼久啊？我本来袂枵，即马拢枵啊。我嘛毋知影是安怎今仔日人足济，我排队排足久的。你巴肚枵就先食，有剩才互我就好。我打算家己骗最后一届，钱摕到手就退出，所以我需要你等3天。无可能，
我讲啊，我已经手卡洗手。高林哥，这700外9红过的日子，你敢知有偌艰苦？这个痛苦是你欠我的，跟我拢唔免行啊！这个目标我已经找好啊，你只要配合演出就好。只要像以前同款，咱做伙合作，一定真应等于到手的。你袂记啊？大家以前拢讲咱两个是诈骗界养过小龙女啊，嗯？万一张友莲甲内地签落来，伊就真是会当做总经理啊！我真情一直甲伊做对，以后绝对会互伊收礼。袂个，我袂当全拢压伫明芳阿姨迄边。我等下要去开会，恁照我讲的去做就好。好，无问题。经理，工厂迄边我拢处理好啊，我先去开会哦。等下，你要去开什么会啊？去甲张总监开会啊，讨论内地采购代表来视察甲签约的代志啊。你顶个讲无想要甲张总监做代志，所以叫我去的啊。顶个我是讲算笑的，你哪会当真啊？这样重要的会议当然是我去啊，而且开会哦会红妈呢。我哪会甘要你去红妈对无？我去就好啊，做了好啊啦，来啦，好啊就好啊。我先去开会哈。哦。这届甲内地讲合约，公司足重视的。明年这份订单的量是过去的几落倍，兴华一定要签落来。所以詹姆斯参观工厂，一定要互伊满意，袂用出差错。叶经理，请讲。总监，工厂这边你放心嘛，我会甲大家讲。以国际上悬的标准严格执行生产的过程，就算内地的头家要来参观，嘛绝对无问题啦。除了参观工厂生产，公司这边嘛有安排报告，要互詹姆斯看卖兴华开发的各种新产品。所以阿炳，迄天爱记得甲报告准备好，好，我会请工厂迄边甲建本先送过来。好，是。好啊，大家阁有啥物问题无？请讲。我听讲吼。爱应付这采购代表，爱加开一寡钱，提供一寡 special 的招待，安尼才有可能摕到订单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我进前服务客户得到经验啊。James 哦，咱一定爱甲伊按来个好势好势。对于落飞机专人专车接送，带上高级的饭店，对这细节哦，互伊感受到咱的用心。逐工吼派人带去食饭佚佗。伊介意啥物吼，咱就送伊啥物啊！这钱袂当欠啦。阿炳，你去调查者，看这毋是爱食啥物，爱啉啥物，还是有啥物介的物件？咱对这个所在下手，替伊安排娱乐节目。叶经理，我恐惊无用处理。你无用，安尼我来啦，这我来行啊！我甲你讲，兴华一直拢是靠实力，内地是国际大品牌。因重视也是咱港务材料保证产品的品质，提供稳定的产量，咱就好好发挥优点，莫武迄有诶无诶。会议就到这，大家去无用啊。我即马巴肚枵嘛，毋甲黑白开钱，要毋过囡仔甲我讲，伊足想要食牛排。这查某足鲁的啊！唉，冠华，你跟我来办公室。哦。大哥，找我有啥物代志？你是学袂晓心，拄则大家拢咧认真讨论代志，你搁咧遐讲啥物食饭佚佗？大哥，
自从你顶下骂过我规个人拢改过自新，认真上班，我一滴酒拢无啉啊！我拄则迄个建议哦，拢是想要替你摕到合约，这拢是我做业务得到的经验。假使大哥感觉无妥当，就照大哥的方式，我全力配合。内底明年的合约比过去加几多倍，对公司未来经营有真大的帮助。以前内地甲咱合作拢是百出名讲的，这是头一届我来接手，所以不管安怎，我拢爱摕到合约，只会当成功，袂当失败。我知影，做业务我有经验啊，看你安怎做，我全力配合，你放心。你若发现有啥物问题，随时提醒我。啊，大哥，我先回去工厂。啥物都唔办，佮想要接班，你差足远诶！切！来啊！苏静阿姨，我送补品来给明芳。你跟我去哩，有话要甲你讲。哈，来。哦。这人来创啥？业，绝对有问题。就算我做了唔对，我嘛是为着阮查某囝甲我的孙啊。而且你家己想看卖，除了我，这个世界上，阁有谁食到这个货啊？连面子都无爱治，在替你甲囡仔争取权益。我知影你对我是好意，也毋过以后若是无代志，你还是莫来啊。第一，会当避免甲阮大家起冲突；第二，嘉诚看到你来，伊嘛无欢喜。好，你即马有心上大，你讲啥物，妈拢会听你的。也毋过我若是无来，我烦恼因遐个人搁在欺负你啊！无安尼啦，以后你有啥物代志，拢甲阿兰讲，伊算咱家己人。哦，嘿啦，哈哈，对，家己人。太太吼，以后有啥物代志，拢会当甲我讲吼，我会替苏静阿姨吼好好照顾太太你啦。多谢你。哦，袂，无毋对啦，因家大业大，人遮尔济，身躯边总是有一个家己人斗相共照顾较好啊，哈。是是伫讲啥？我的房间隔音效果嘛修好啊，伫讲啥拢听不清楚。妈，啥物我甲啦你？讲，迄个人员的蔡素贞又搁来啊，而且搁甲阿兰偷走去楼顶，我就偷去你听，结果啥物拢无听到。哦，又过来啊？毋是啦，阿嬷，你毋是在怀疑阿兰可能是奸细？我看伊甲迄个蔡素贞嘛是真捌真呢。我感觉咱还是较有防备，以后讲秘密爱在伊无伫的时阵讲。毋免烦恼啦，互因去讲啦。阿嬷，你拢毋惊因联合起来甲你斗哦？阿妈，嘿，请给太太吼来甲太太送补品啦。哦，明仔送来应该送去啊。毋免赶，我本来就要走啊。这种所在吼，我根本无想要来。若毋是为着阮查某囝，甲伊巴肚内宝贝，嘿，
恁张家用八人大轿跟我目光无法咧，这个是非之地吼，我干那徛在遮，我就起价舞皮哦。你是在讲啥？你上好对阮查某囝较好咧，我甲你讲，恁吼若是敢无安尼做，我一工照三顿加宵夜来遮报道。哼！你好，阿妈，我去介绍一个哦。阿妈，你敢有看到伊有外摇摆？我要出去卖几句啊！唔免啦，该计到啥会无采时间。唔是，你无看到伊迄个面哦，哦，真正是，哎呦，哼！来，阿妈，甲你报告一个吼，拄正好伫房间，太太甲亲家太太讲，叫伊去莫来，较免惹你甲张董无欢喜。亲家太太嘛有甲我交代哦，爱我好好照顾太太。太太若有需要啥物吼，拢爱甲我讲，因为吼我是个家己人啦。所以咧，所以太太有代志拢会甲我讲啊。我就会甲阿嬷讲啊，因为我即马是阿嬷你的家己人啊。真好真好，遮无你代志啊，去无用啦。哦，好，安尼我去洗衫哈。不怪你拢袂生气，阿兰在替你感事呢。安尼毋才叫做高手。你吼就是伤过冲动啊哈！你爱甲阿嬷吼加学一寡，要对付迄种老狐狸吼，得要用阿嬷这种老性格的步数。失敬，果然有血的较熬。哎呀，阿嬷足厉害的。有阿嬷在这间厝哦，遐妖魔鬼怪拢袂来啊！阿嬷真正是阮的守护神。你不应安尼讲啦，安尼侮辱神呢。阿嬷是人，因为是人，所以要用头壳。用咱的头壳去想步数对付伊，有够巧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，你在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浓烟下。我去买暗顿。哦，我甲你做伙去，咱今日在外口食好啊。免啦，你咧我 case， 我去买就好啊。我想讲出去行行会休困一下。你若真是要休困，去房间困者。这几工你伫咧刮肚，你看，拢有乌目镜啊，安尼就无水啊。我去买。好。我今日去较远的所在买，外口买，哈。麻烦你啊。这是你即个要演的角色，是一个富二代，内底有伊的资料，你先摕去看卖。Alice， 是的，我知影这句实的，我慢2年才讲。不过我是甲你讲，真正足歹势。我欠你的，我一定会想办法用其他方式还你。若你讲的骗最后一届，歹势，我真正无法度斗相共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无想要搁过改前同款，规工死过骗，无未来日子。也毋过我会记你以前讲，未来想远啊，你想拢毋敢想。做人还是爱活着，即马较重要啊，敢毋是？我以前可能是安尼想，无毋对。毋过即马我无共款啊，我开始会偷偷
去思考未来的代志。有时阵在想，是毋是找一份稳定的头路，就算钱较少嘛无要紧，至少对得起家己。对得起家己，安尼我咧，你敢对得起我？这2年很乖，我拢在想你，想讲你敢会烦恼我，想讲你敢会一直等我，结果你毋若甲我这人袂记啊！佮拍算甲我踢出你的世界，离我愈远愈好，对无 Alice， 我毋是这个意思，我是你只是想要重新开始，好好做啦。敢讲我毋是安尼？逐讲骗人。搁会提心吊胆，惊互踢破。这种连家族拢不如的日子，谁想要过？只是我想袂到，即摆弟弟嘛无法度甲我斗相共啊！细汉时阵，我用欺负你，搁甲我讲。不管安怎，你的一世人拢伫我身躯边保护我，你拢袂记啊是？我就是因为这句话，才有法度度过这2年。这个若是会当成功，我就会当摕到一大笔钱。我打算去澳洲重新开始。林姐，我嘛想要甲你同款，做一个有未来的人。所以我拜托你，甲我斗相共，好无？好，我答应你，这是最后一届，成功了后，钱拢互你。我干的希望，咱2个拢会当重新开始，好好做人。多谢你。我就知影，你也是愿意甲我斗相共。物件互我，我先回去看者，有啥物想法，再甲你联络。歹势，是讲，这个阿明到底敢有接到詹姆斯？这么久啊，詹姆斯还未来。喂，阿明，人敢接到？无看到人，也毋过我有确认过，伊的飞行机有准时到位。敢会是伊无看到你？无可能啦，我会伫咧出口等伊，而且我摕一个足大的牌啊，伊出来的时阵绝对看会到。你继续在遐等，我靠互伊联络看卖。刘总监，我拄好想要靠互你，是安尼啦。
我临时有代志，所以先坐车转去饭店。Sorry， 今日我无倒去新华，咱另到再约，是安尼，拜。喂喂 ，James。James 临时有代志，所以袂当来啊。大家先去做家己的代志啊。哪会遮尔拄啊好啦？拄了飞机就有代志，伊是毋是无想要来找一个借口？这一定有问题啊！我直接去饭店找伊。总监，我陪你去。你哪会知影我有在收这手表？为着清楚你这笔行李，我开足侪精神呢。James， 就当做交一个朋友啦。你喊个来台湾一抓，我拢安排好啊。这几天会有专人专车甲你接待。你看你想要去倒位佚佗，想要买啥物，照你讲，所有的费用美互你来出，只要你欢喜就好。绩效减5%，确实会当考虑。我会量早甲公司汇报。也毋过内地毋捌甲美好的合作，假使产能袂当达标，我阁安怎欢喜，嘛无法度甲你斗相共。也若无，咱即马就去参观阮的工厂，互你见证一下阮美好的实力。较早甲合作的代志确定落来，你嘛会当生了较欢喜咧 ，right？ OK。当暝夜加开一寡时间，安尼较清楚。好啊，行。歹势，房间的电话无人接，敢莫会替恁留话？唔免啦，多谢。规定。这敢毋是心怀张总监？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眼泪流下。规定。这敢毋是心怀张总监？啊，正拄好。哦，你嘛是来找 James 哦 James， 所以你讲的有代志，就是假表互你的人见面。赵总监，今日真歹势。咱条件毋是拢讲好啊？你来毋是要甲兴华做最后确认，然后签约。兴华甲内地已经合作10几年，阮对明年的订单嘛就重视的。假使你感觉还有需要讨论的所在，咱即摆会去公司讲，我会提出上大的诚意。Sorry， 我即马要先去参观美好的工厂。啊，若明年的订单我要互啥，我会搁进一步评估，是安尼。安尼就先失陪啊。哪会发生这款代志？进前毋是已经讲到差不多啊？我甲大哥看甲硬去啊！美好的哦，一定有变鬼，唔知影互这毋是啥物好处啊？内地这讲变就变。这毋是讲有人开比咱更较好的条件。我咧想，应该是要互你开比咱较低的计数。若是安尼，就代表高彩美早就知影咱兴华的报价。你的意思是，有人甲报价单泄露出去，公司有干涉啊？报价单这机密资料，我甲咱印1份，嘛无互别人看过。而且把迄份，阁是我亲身送过来，无经过其他人的手。爸，你敢有互别人看过报价单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要问我敢有互民控看过是无？你卖什么代志拢扫过民控的头壳顶啦？报价单放伫我的办公室，只有我知影伫倒位，民控根本无清楚。甲你做代志考虑了无够周全，出问题马上就怀疑家己人，安尼敢对？
做这道做这么久啊，刚刚唔知影生意场有都敢若战场，这么无势力，才会武甲互人抢订单。你放心，内地这份合约我一定会抢回来。阿姐，安尼我嘛先走。大哥，咱刷来要安怎做？咱的计数爱全部定算，看敢会当搁降价，算出比美互利搁较低的计数。好，我等于工厂请因算成本，麻烦你啊，算好马上传给我。大哥，我感觉美互利毋若计数比咱较低，伊应该搁有用别的手段。什么意思？我感觉 James 互郭采美买收啊，而且郭采美毋知影互伊什么好处。大哥，你放心啦 ，James 这款人哦，会买收头一届，就会当买收第二届。我去探听看卖，伊介意什么？咱毋若计数，爱比美互利较低，这方面嘛袂当输伊。咱一定爱甲合约抢回来。好啦，你先回去算成本。有闲顺续探听。大哥，我先回去工厂。嘿，啊你来遮创啥啦？冠华无伫咧啊？我知影伊无伫咧，嘛知影因某无伫，所以我才来遮找阿姨。刚方便甲伊开讲，入来啦，遐有钱带家己穿。多谢阿姨。大家成本算了啥款？哦，我这部分算好啊，好啊。其他的人呢？我特别好啊。我讲2点钟就让算出来啊。下班进前来交哦。好。好。你妈泡的咖啡就好啉嘞。我有代志要先走。经理，这算好的要安怎？就你收啊！除了收的，摕去互张总监会记哦。甲张总监讲，是我交代你哦，吼，会记哦，吼。紧说。好。我问你啦，囡仔的代志吼，你拍算要安怎做？其实我嘛足丢毒的，冠华伊就真坚持，一直想要甲囡仔摕掉。也毋过囡仔是我身上的一块肉。阿姨，你看一下啦，这个囡仔足古锥的，我后来才知影，原来红孩仔心跳的声就亲像火车伫咧走共款，医生讲足有力的。我想，伊应该是一个健康佮活泼的查某囡仔。我实在不忍心甲囡仔摕掉，我甚至想过，卡索接下来囡仔走，我要甲伊做伙去，袂甲冠华添麻烦呢。辛迪啊，你叫辛迪是无？是啊，阿姨，你的记忆足好诶。嘿，你吼莫讲这种惊人的代志，我有甲冠华讲啊啦。大人的代志吼，莫去牵拖着囡仔啦。我是感觉吼，你会甲囡仔留落来啦。正是的哦。医生讲你一体是查甫的哦。医生也毋敢确定啦。也毋过，我有找一个真厉害算命老师，伊算我的八字，算我的紫微，讲我会有足侪囡仔富贵年纪。是哦。而且老师佫讲。我这个老大是第一等的富贵命，
生落来妈妈会旺，爸爸搁较旺。我会记得老师哥讲，一定要甲这个囡仔生落来，搁爱好好教伊，将来公中要做都爱靠伊。老师搁足好心咩，搁要替我算一个好日子，会当互囡仔生来。哎呀，我甲你讲啦，冠华是我的姑囝啦，我当然是希望有一个孙啦，也毋过阿姨，我知，我了解，我袂互你为难。我只要囡仔会当另做归宗，啥物名分我拢不爱，不要紧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我袂互你为难，我只要囡仔会当另做归宗，啥物名分我拢不爱，不要紧。哎呦，你安尼想哦，我嘛袂当对不起你呀哈！冠华，起，棒球足痛的冠华。哎呦，较细你咧，你即摆有心咧？哎呦，你莫去伤着囡仔啦！哎呀，哎呦，足痛的。你到底是要安怎？你想要甲我废掉的直接讲啊！拜托，我无亲身确认，要安怎跳破你的白菜？什么白菜啊？你骗我讲，恁妈要我甲囡仔生落来验 DNA 才讲，根本是黑白讲。恁妈知影我腹肚内是查甫的，你无看到伊的眼神，就亲像伫个沙漠看到水共款，可袂得甲伊的孙抱过去，一目够开。我讲过我会处理，哪会拢讲袂听？假使我无认看到要安怎？假使我的家庭毁掉，我连一仙钱拢摕袂好，你知影无？你想要保掉你的家庭，我阁想要保掉囡仔的命。叶冠华，我有话讲伫个头前，你想要摆脱我母仔囝，真正无遐尼简单。恁妈即摆已经开始关心即个囡仔，万一我腹肚内真正是查甫的，恁妈一定会徛伫我这边，然后甲陈文玲赶出门，互我光明正大做叶太太。叶你头啊！我警告你，莫破坏我的家庭，无我袂放你煞。看上袂放笑耍，晒下就较凄惨。好，咱先冷静者，钱我会互你，也毋过你爱互我时间挣钱，300万毋是小数目的。对嘛，这才是甲人谈判应该有的态度啊！我毋是袂当参详啊。好啊，爱我甲腹肚内囡仔消失在你的面头前，会用的500万。500万，搁起价哦！谁叫你拄则威胁我，所以我决定起价啊！娶我也是我500万，你甲这2条路会用选着。James， 这么晚，找我有啥物代志？歹势，这么晚过来搅扰你。这是阮公司重新算出来的绩效，你看者。我想这个绩效应该会当互你满意。我嘛相信，只有经验丰富的兴华，才会当甲成本压甲遮低。除了报价以外，假使你有其他要求，阮拢会当尽量满足你。我一定互你看到兴华想要甲内地合作的生意。OK 啊，听你讲。好。你遐尼要紧哩啊，妈拢无遐尼要紧哩啊，安尼你就自由啊。我这届要自然消息。你敢要趁钱嘛？想要去地就去地，享受一个无人管你的日子，凡事你会爱着这种感觉哦。
哎哟，厝内即么气氛也无介好，出去算几工哦，会用的啦。伊若要佚佗，就回去啦。我咧换衫呢。你有啥物件我无看过？老实讲，你到底敢有甲伊困过？林家，伊慢落落咧陪我好无？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毛线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门前，像不曾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，去听了像候鸟它飞得再远，终究还是回到那原点。